題叫做離子方程式。乜嘢叫做離子方程式？其實離子方程式咧都係屬於化學方程嘅一種，但係當中只係包括咗咧反應中係會生成或者產生變化嘅離子。咁我哋點樣將一個化學方程式轉做離子方程式呢？我會用翻下低呢一個例體，就係銅加硝酸銀呢係做一個例子嘅。由呢個化學方程式寫成呢個離子方程嘅第一步呢，就係將翻我哋嘅化學方程上高嘅化合物，無論反應物或者生成物呢，係將佢拆翻散做佢嘅離子。但係方程上高係咪每一個嘅化合物都要拆散做離子呢？就唔係嘅，係視乎翻一個化合物嘅狀態。任何嘅化合物，如果方程上高呢，佢哋處於一個水溶嘅狀態 AQ 嘅狀態。當我哋從呢個化學方程寫呢個離子方程嘅時候呢，我就需要將嗰啲嘅化合物呢係拆翻散做一個離子嘅。好，以銅加硝酸銀溶液呢個反應做一個例子。好啦，第一步做啲乜呢？我就會框翻晒呢喺上高所有嘅化合品先。咁第一個呢就係銅。第二個呢就係硝酸銀，第三個呢就係硝酸銅二，拉斯個呢就係銀。嗱，緊記翻呢，淨係框化合品，唔需要框個化學計量，即係前面呢一個數字呢，我哋係唔需要框住佢嘅。好啦，框完之後，逐個化合品睇。第一個紅色嗰個銅，銅係咩狀態？固態，所以我哋唔需要拆嘅。好，第二個藍色個化合品，呢個硝酸銀係咩狀態？係 AQ，所以將佢拆。硝酸銀拆做離子時候呢，係變做銀離子，再加硝酸根離子。到第三個綠色嗰個硝酸銅二。咩狀態符號 AQ， 所以同樣地都要拆。硝酸銅二有啲咩離子喺度？有銅二離子，同埋有硝酸根離子。但係留意翻硝酸銅二嘅化學式，由於 NO3 負呢係有個二字喺度，所以換句話呢，我哋硝酸銅二呢係有兩個硝酸根離子。到最後啦，黑色嗰個銀係咩狀態 ？S 係唔需要拆。所以再睇翻上高呢個嘅化學方程式，咁我再講一次啦。原先上高係有四種嘅化學品，就係有 Cu 銅，有呢個 AgNO3，有硝酸銀，有 CuNO3 二，硝酸銅二，同埋有 Ag 就係銀。我再講一次，四件物件當中，淨係得我哋嘅硝酸銀同埋硝酸銅二係呈現一個 AQ 嘅狀態，所以由呢個化學方程寫呢個離子方程個過程上高呢，我就需要將翻藍色嗰件嘅硝酸銀同埋綠色嗰件呢硝酸銅二呢係要拆散做佢哋嘅離子。好啦，知道咗邊件化合品呢係需要拆散做離子之後呢，然後之後將上高個方程呢，我就將佢重寫翻，同埋顯示翻當中呢啲流動嘅離子。好，逐個寫翻。第一個銅唔需要拆。照寫翻 Cu， 好，然後之後呢，就係再加翻。好啦，留意翻一樣嘢，加嘅時候你睇翻呢一度咯。而家由於你發覺，我哋如果拆一個嘅 AgNO3 係產生一個 Ag 正同埋一個 NO3 負，但係題目再睇一次，而家呢係有兩個 AgNO3，所以拆完之後呢，就變成咗兩個 Ag 正。然後再加翻呢兩個 NO3 負，點解變兩個？再講一次，因為喺我哋嘅硝酸銀前面個化學計量係有個二字，之後變成咗啲乜嘢？就係硝酸銅二，邊個就係 Cu 二正，然後再加翻兩個 NO3 負。點解兩個 NO3 負？因為每一個嘅硝酸銅二呢係有兩個硝酸根離子，咁最後呢就係再加埋兩個銀，跟住再睇翻啱寫條方程式啦。你發覺喺呢條方程上高呢，我哋兩個 NO3 負呢左右兩邊呢都係相同嘅。
而喺最開頭都講過啦，其實離子方程式咧係一啲嘅方程式，佢只係包括翻反應中會生成或者產生變化嘅離子。但係睇翻我哋嘅 NO3 負個硝酸根離子，你發覺呢個離子一方面既唔係喺個方程上高反應上高生成嘅，二方面咧喺反應上高咧係冇產生到任何變化。所以寫呢個離子方程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將兩個硝酸根離子咧係將佢咧係畫咗佢。係唔要嘅。點解唔要硝酸根離子？再講一次，因為硝酸根離子咧，佢唔喺反應上高生成或者產生變化嘅離子。最後寫翻個離子方程式啦，係點樣寫呢？唔要咗個硝酸根離子，最邊就係 Cu， 係咩狀態？係固態，然後再加翻我哋嘅銀離子兩個 Ag 正，係咩狀態㗎？係 Aq。然後之後咧就會變成咗 Cu 二正 Aq 狀態，最後咧就係再加埋兩個 Ag 係固態。呢一條咧就係將銅加入一個硝酸銀溶液產生反應嘅離子方程式。而另外頭先都講過啦。喺呢個反應上高咧，其實我哋嘅 NO3 負硝酸根離子咧係冇參與過任何嘅反應，咁所以其實硝酸根離子咧喺呢個反應上高有一個名堂叫咩離子咧？係叫做旁觀離子。點解叫做旁觀離子啊？因為一個旁觀者佢冇參與過任何嘅化學反應，佢自己本身咧係唔會有任何嘅變化。明白咗點樣從一個化學方程寫呢個離子方程嘅步驟之後呢，跟住我會講多3個例題，跟住揭你筆記嘅第9晚，我想講 B。好啦，到 B 啦，就係將鈣加落氫氯酸變做氯化鈣，再加氫氣。咁第一步首先將翻方程上高所有嘅化學品將佢框住先，好似我咁樣。第二步再睇翻4個化學品當中有幾多個需要拆散做離子，咁我再講多次呢，如果要拆散做離子嘅化學品個狀態符號一定係 AQ。而家上高得2件化學品係呈現 AQ 嘅狀態，咁第一個呢就係氫氯酸，第二個呢就係氯化鈣。咁所以換句話呢，由個化學方程轉做個離子方程呢，係需要將翻我哋嘅氫氯酸同埋氯化鈣咧係拆翻散做佢嘅離子。氫氯酸當係拆做離子嘅時候咧，就變咗做 H 正同埋 Cl 負。但係緊記咧，題目上高咧係有2個 HCl， 所以一陣間寫嘅時候咧係變咗2個 H 正再加2個 Cl 負。好啦，氯化鈣當係拆散做離子嘅時候咧係變做 Cu 二正，然後再加翻 Cl 負。但係同樣地留意翻喺氯化鈣上高，我哋 CaCl2咧係有個2字嘅，所以就會拆散咧係變做2個氯離子。咁之後咧就將上高嘅方程咧重寫一次啦，顯示埋啲離子出嚟。Ca 固態嘅唔需要拆，好，然後之後再加翻2個氫氯酸係變做2個 H 正，再加翻咧係2個 Cl 負。點解個2字啊？因為氫氯酸個化學計量咧就係2嘅。好，然後之後就作變咗做啲乜嘢啊？就係氯化鈣嘅離子就係 Ca 二正，然後再加翻2個 Cl 負。最後到氫氣，需唔需要拆？係唔需要拆。點解？因為氫氣咧係呈現一個氣態嘅。跟住睇翻呢條方程式，你發覺左右兩邊呢 Cl 負係完全保持不變。咁所以換句話啦，最後寫翻 B part 呢一個嘅反應嘅離子方程係乜？變做 Ca 係咩狀態？係固態。然後之後再加翻2個 H 正係咩狀態？就係 Aq 變咗做啲乜嘢？就係 Ca 二正。Aq last 最後變埋咧就係氫氣，呢個就係 B part 嗰個反應嘅離子方程式。跟住睇 E 嗰題就係將氫氧化鈣溶液加落硝酸變做硝酸鈣同埋水。
好啦，第一步首先判斷翻究竟呢4件化合品當中有幾多件呢係需要拆散做離子。而家4件化合品當中呢係有3件係 AQ， 所以3件呢係需要拆散做佢嘅離子。第一件呢就係氫氧化鈣，氫氧化鈣係由鈣離子同埋氫氧離子所造成。但由於氫氧化鈣嘅化學式係 CaOH2，所以記住咧，我哋咧喺個過程上高咧係會產生2個氫氧離子。好，第二個到硝酸，硝酸電離係會產生 H 正同埋 NO3 負。咁啊，一陣間寫方程緊記到喎，過程上高涉及2個硝酸，所以就會產生2個 H 正，再加2個 NO3 負。好，最後到我哋嘅硝酸鈣由咩離子所造成啊？就係鈣離子 Ca2 正同埋 NO3 負。同樣地，由於硝酸鈣嘅化學式係 CaNO32，所以過程上高咧係有2個嘅硝酸根離子。至於水係呈現一個液態，唔係 AQ， 唔需要將佢拆散。好啦，然之後將個方程就係重寫同埋顯示翻有啲咩離子存在。好，第一個氫氧化鈣變做 Ca2 正，然後再加翻2個 OH 負。再加就係嘅硝酸，有而家2個硝酸變做2個 H 正，再加翻呢就係2個 NO3 負。好啦，變咗做啲乜嘢啊？係變咗做硝酸鈣變做 Ca2 正，然後再加翻2個 NO3 負。最後水係唔需要拆，因為佢唔係一個 AQ 水溶狀態，佢只係液態，直接寫翻呢就係2個 H2O。跟住睇翻左右兩邊，今次會有呢2個離子，左右兩邊保持相同。第一個就係鈣離子，咁第二個呢就係嗰個叫做呢2個硝酸根離子，所以兩個呢，我哋將佢呢係畫咗佢嘅。所以最後啦，呢一個反應嗰個嘅離子方程係變咗做啲咩呢？就係2個 OH 負，然後再加翻2個 H 正，變咗做呢就係2個水嘅。咁之後再睇翻我哋嘅氫氧離子、氫離子同埋水，我哋發現呢3件物質嗰個嘅化學計量，啲數學叫係數啦，都係2嘅。所以寫方程時候呢，我哋需要將佢呢係約簡埋。所以最後啦，我哋依嗰個反應嗰個叫做離子方程係乜？係變做呢 OH 負1個嘅啫 AQ， 然後再加翻1個 H 正 AQ， 變做1個水。液態嘅呢一個呢，就係依嗰題嘅反應嘅離子方程式。最後啦，我想講埋 G 嗰題。G 嗰題同樣地方程上高涉及4種嘅化合品，4種當中都係有3種係呈現 AQ 嘅狀態。咁所以換句話呢，4種當中呢，有3種需要拆翻散做佢嘅離子。先係第一個，我哋嘅硝酸鐵2拆成咩離子？寫得快少少啦，係變做鐵2離子。然後再加翻2個硝酸根離子，然後再加翻氫氧化鈉，一個氫氧化鈉拆出嚟呢，係變咗做1個 Na 正，再1個 OH 負。但係而家題目上高呢，係有2個 NaOH， 所以拆散之後呢，就會變成2個 Na 正。然後再加翻呢係2個 OH 負。好，之後變成啲乜嘢？咁第一個呢，就係氫氧化鐵2，呢個呈現咩狀態啊？係固態嘅，係唔需要拆，照寫翻，因為唔係 AQ。好，到最後啦，就生成2個嘅硝酸鈉，硝酸鈉拆散咗離子變做Na 正。
再加 NO3 但係由於而家係有兩個 NaNO3，所以就會變成咗咧就兩個 Na 正，然後再加翻咧就係兩個 NO3。同一條方程式上高，同樣地發現今次咧都有兩種嘅離子咧左右保持不變。咁第一個咧就係兩個硝酸根離子，第二個咧就係兩個鈉離子。所以最後寫翻呢一個反應嘅離子方程式就係變成 Fe 二正 AQ， 然後再加翻就係兩個 OH 負都係 AQ， 最終咧就係變成 Fe OH2 氫氧化鐵二就係固態嘅。呢一個咧就係 G 嗰一題嗰個反應嘅離子方程式。嗱，離子方程式今日講咗4個例題啦，講翻今晚嘅功課都係做翻筆記嘅啫，就係做翻我未做嗰幾條，做邊幾條咧？就係筆記嘅第8版嘅 A 嗰一條啦，同埋仲有筆記第9版嘅 C、D 同埋仲有 F 呢4條嘅。好啦，今日視像教學咧就呢度完結啦。同學俾心機做嗰4條筆記嗰4條嘅數，睇下明唔明點樣將個化學方程轉做個離子方程式。好啦，明天嘅視像教學再見大家，拜拜。